南华学社念研究所期间，在这边过夜的。正前方小木屋是南华大学教授们的宿舍小木屋。南华大学教授们的宿舍小木屋。正前方有制衣所，他们培植医药农作物、医药作物的地方。这边是制衣所，种植药用植物的地方。制衣所有培植那个医药的农作物、医药作物在这边。